中午就食返個雞飯，一定要落豉油。食完飯諗住瞓一陣，又起大風，搞到瞓覺都要戴住個口罩。之後就打張開工，前幾集做嗰個位，而家就要補灰，搞咗幾日，終於去到收尾嘅步驟啦。呢度差少少，全部都係咁樣做。最尾就灑水光面，咁就完成啦。睇返前幾集，你就知道由砌磚到而家咁樣，都用咗幾日時間。呢邊都係咁樣做，完成。最尾就補一補少少手尾，收工。